来考考你们哦，什么时候要洗手？我知道，上完厕所要洗手。哇，你很厉害，得分！噔噔。我也知道，从外面回家的时候要洗手。亮亮也很聪明，得分。还有，吃饭前爱先洗手。吃饭前爱先洗手。没错。吃饭前爱先洗手。吃饭就是吃饭，洗手就是洗手，所以吃饭前爱先洗手就是吃饭前要先洗手的意思。一起练习一遍哦。吃饭前爱先洗手。吃饭前爱先洗手。懂吼！阿迪厉害，再得1分。可是你们知道为什么在吃饭前要先洗手吗？因为有细菌吗？没错，就是因为细菌。细菌啊，可是无所不在的哦。我们是细菌姐妹，嘿嘿嘿嘿！哇，狗狗身上真的很好玩呢。姐姐，我们今天就住这里吗？不，接下来还有更刺激的冒险哦，非常刺激哦。嘿嘿，你看看，那里是谁呀？是小朋友哎！没错，瞄准小朋友，我数到3就一起跳。好，1、2、3，哇，这里好棒哦！姐姐，我们今天就住这边。弟弟呀，吃东西之前要记得洗洗手哦。好。糟了，危险来袭！细菌常常会藏在我们身上的不同地方。我们常听人家说啊，病从口入。其实啊，就是因为细菌会停留在皮肤或是手上。当我们回到家里啊，没把细菌洗掉，很容易啊就把它吃到肚子里面哦。不是，刚刚我的吃饭前爱先洗手得分哦。那我们来统计分数。阿迪得到2分，亮亮得到1分，恭喜阿迪获胜，可以得到小蛋糕1个，小蛋糕。哦，吃东西前爱先洗手。那我先去洗手咯。OK。我要带着我的小礼物去洗手。好。阿迪也太小气了吧！亮亮，没关系，不是这里啊，还有一个大蛋糕，有5种口味哦，我们一起分享。不是最好了。很重。